约翰福音第4章第13节到第24节，耶稣应伊讲：啉即个水的，拢要阁喙焦；独独囡仔啉我所要予伊的水的，永远袂喙焦。因为我所予伊的水，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，直直沁起来，到永远活。妇人人对伊讲：主啊，用即个水予我袂喙焦，也免来遮远抢水。耶稣甲伊讲：去叫你的丈夫才阁来。妇人人应伊讲：我无丈夫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讲无丈夫是对，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，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。你的话真正对。妇人人甲伊讲：主啊，我看你是先知。阮的祖先捌伫即个山敬拜，若是恁讲敬拜的所在，应该伫耶路撒冷。耶稣甲伊讲：妇人人啊，着信我，时要到啦。恁敬拜爸，也无伫即个山，也无伫耶路撒冷。恁敬拜恁所毋知的，阮敬拜阮所知的，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出。若是时要到，现今就是。真实敬拜的，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爸，因为爸是爱安尼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所以敬拜伊的人，着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拄则咱所念这条诗歌，内面有一句台湾的俗语：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当一枝草，一点露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看顾每一个人。上帝无绝人的路，就是一枝草，也会通有一滴露。咱人也有一口气，会通有咱的生命。当咱知影水甲着咱的生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，咱也通过科学的研究，知影整个的地球拢总有71%水面淹盖。咱的身躯若敢若亲像一个大水桶，咱身躯中间所有的元素介济的就是水，占61%。你可能毋知影，你的大脑内底有80%的水。人的身躯，通讲就是一个大水桶，对咱的头到伫骹，到伫手，到伫咱的皮肤，到伫咱内在的血管，到伫咱的内脏，拢需要水。俗语有咧讲，查某人是水所做的。即句话敢若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讲查某人真水。一个意思是讲，查某人真爱哭。不过，若对心理学来看的时阵，毋也是查某人是水所做的，查甫人嘛是水所做的。所以现代医学甲咱讲，你每一工介无爱啉1500cc 以上的水。当你的身躯若开始欠水的时阵，你的健康就出问题。你若开始无爱啉水的时阵，你的健康可能开始有状况。咱每一工拢需要啉够热甲清气的水。水对着咱的身体，对着咱的生命遮尔要紧，每一个人拢需要。当上帝的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出了人的形体来到世间的时阵，伊嘛需要水通啉。拄则咱所读这段经文，咧甲咱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是耶稣一个妇人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，因为耶稣嘛需要啉水。耶稣是对犹大的撒玛利亚要倒去到伫加利利，经过撒玛利亚。那对耶路撒冷倒去加利利有2条路通行，一条路是你对耶路撒冷直接往北行，你就通经过撒玛利亚，然后到伫加利利。这条路你可能要行3日。还佫有另外一条路，就是你先对耶路撒冷落去到伫耶利哥，然后对旷野的路落去行，然后行到伫加利利。
这条路较歹行，爱行6日，行较久，也相是搁较危险。总是真侪犹太人，因宁可选第2条路，就是行6日的路，因也无爱经过耶路撒冷。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彼此中间有真侪历史的恩怨，因感觉进入到撒玛利亚，这是无好的代志。总是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即届当伊对耶路撒冷要去加利利的时阵，伊特别经撒玛利亚，伊路经过撒玛利亚，到伫一个城镇，这个城镇叫做苏加。伫这个苏加有一口井，这口井叫做雅各井。伫这个雅各井，耶稣感觉伊喙焦，伊拄到一个来抢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耶稣甲伊讲。请你互我水啉。但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耶稣在伊是一个犹太人，伊就非常的好奇，问耶稣一个问题。伊讲：你既然是犹太人，你太会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嘛？但这个妇人人的这个回答问题，提出一个要紧当初时文化的问题，就是当初时有男女无平等。常时查某人受看轻、歧视这种的现象，伫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因认为，你若是一个查甫人，你伫公众的场合内底，你唔通甲查某人拍招呼，就是这个查某人是你的某，是你的查某囝，是你的姊妹，你也唔通，因为这会拍歹你的名声。即使你若是一个劣币，常时你阁是一个法利赛人。那安尼，这个要求搁较严格。你若看到查某人对路上行来时阵吼，你目睭爱刻刻。听讲有一个劣币，因为目睭刻刻继续行，所以去弄着壁。犹太人的劣币有一个叫做以利以下出名劣币，伊讲你唔通教查某人任何关的律法册物件。你若教伊律法册，那安尼你是等于教伊放纵。这是足奇怪的讲法。律法册是爱教示咱安怎。守家己道德，总是伊讲查某人无应该受教育。啊，搁有伫因的一本册叫做《米斯纳》，这本册中间也有一句话安尼讲：查甫人吼，介好甲查某人莫讲话。你若讲话吼，讲伤过济，自找麻烦，有一天你会落地狱。耶稣甲撒玛利亚人妇人人咧讲话，咱若对这个文化背景来解了解的时阵，你就知。耶稣要甲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讲话，伊爱搬过一个当初时这个文化的脱碍，伊爱搬过这种男女中间无平等这种的歧视。如果咱若认真读耶稣基督的故事，特别是记载伫福音书，咱会通看到太侪的例，看到耶稣对着妇女安怎的尊重，常时安怎的疼惜。我想。咱若要学耶稣，特别是咱中间咱的兄弟，要学耶稣，就爱学耶稣安怎尊重妇人人。我有一个老师叫做宋传生，伊上课时阵常常甲阮讲，恁查甫人，伊嘛是查甫的人，恁查甫人爱较早反悔较好，毋通有大男人主义。耶稣伫伊的心内无即种大男人主义。那撒玛利亚妇人人。伊即款的回答，伊即款的讲话，也透露当初时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中间，除了这个男女无平等的文化处境以外，阁有侪历史的恩怨、种族的仇恨。以色列民族原本是12个支派构成的一个民族，到伫大逼王的时阵，成做一个大国家，然后伊的国势到伫所罗门王的时阵，到伫极端。总是到所罗门王了后，开始外墙中间开始行下坡。所罗门王了后，这个国家原本是统一，总是分别做2国，北国叫做以色列，南国叫做犹大。北国的首都就是伫撒玛利亚，南国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。但北国的国王亚罗波安为着要让北国的人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因为所罗门王伫迄个所在起圣殿，成做整个以色列百姓宗教的中心点，所以无爱互北国的人落来到伫南部到圣殿来敬拜。
所以伊就特别伫伯特利甲但这两个所在起两只金牛，希望用这两只金牛来取缔圣殿。所以你会通了解，对犹太人来看，恁遮北国的以色列人，恁的信仰非常的无顺正。伫北国，伫公元前722年，有一个帝国，搁较北边的国家叫做亚述帝国。亚述帝国非常的强盛，就将这个北国以色列给毁掉，然后将当初时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人才，给因掠到伫搁较北的所在，被掠到伫北方的所在。然后搁对北边的所在有5个异族：巴比伦、古他、亚瓦、哈马，甲着西化发音，这5个异族的人，将因迁徙来到伫撒玛利亚内底，住伫其中，甲因同齐混血，甲因同齐做伙。所以你家想，对犹太人南边的人来看，哇，这个人毋也是信仰无顺正，因根本就是杂种，因为因甲这个外邦的人插伙做伙。但毋也是北国的以色列和亚述人伫这个所在甲因掠去。南边的犹大国嘛，拄着同款这种被掠的命运，掠因的人毋是亚述帝国，是巴比伦。所以这是圣经中间足出名的一段历史，被掠到伫巴比伦。所以上帝怜悯这犹太人，互因有机会，搁倒来到伫耶路撒冷来起造圣殿，来起造耶路撒冷城。当初时一个要紧的一个领袖叫做尼希米。当这个尼希米当初时倒来到伫顶头起造耶路撒冷甲圣殿的时阵，伊甲着撒玛利亚当初时的一个省长叫做参巴拉，彼此中间对立，彼此中间无法度合作。尼希米无爱互这个参巴拉来参与因所有中间的工作，但参巴拉也起笑详细主动尼希米要中间的工作。尼希米伫遮伊真拍拼真努力，总是参巴拉用一个计谋。伊要来破坏所有遮中间的工作，伊就将伊的查某囝嫁予当初时一个大祭司的孙仔，叫做马拿西。马拿西因为娶参巴拉的查某囝，所以尼希米就甲赶出伊的国境。所以这个马拿西心内非常的怀愤，伊就到伫撒玛利亚了后，就伫一座山叫做基利心山。伫这个基利心山，伊起一座圣殿。显明就是要甲耶路撒冷的圣殿互相作对。后来，伫马加比革命的时阵，犹太将军一个将军叫做将海勒肯斯，伊率军进入到伫撒玛利亚，然后将这个基利心整个圣殿给毁掉。但有这个历史的渊源，咱就非常的清楚。犹太人安怎怨恨撒玛利亚人？因认为讲，这个撒玛利亚人比咱犹太人中间这个做抽象的人，这个妓女甲所有的罪人搁较不如。伫犹太人的一本册叫做《便士拉记恨》内面安尼讲，我心内怨恨3种国家的人民，就是住伫撒玛利亚山顶的人、非利士人，甲着徛起伫事件的人。咱了解这历史背景了后，咱就愈知影，耶稣当初时，甲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话，这种的举动，这种的动作，伊需要克服真侪才会脱界，性别的脱界，种族的仇恨的脱界，历史的渊源的脱界，才会脱界，才会隔离，互侪侪人中间无法度互相自由来沟通，因为侪侪束缚。你必须要克服这个脱界，然后你才有法度真正得到自由。总是你要克服这个脱界，你需要这种的力量。这种的力量就是听的力量。神学家摩特曼讲了非常的好，伊讲 ：The truth of human freedom lies in the love that breaks down barriers。自由的真理，耶稣讲，恁要相信真理，真理要互恁得到自由。这种自由的真理。伫倒位会通显明？这自由的真理，拄伫你拍破，伫你四周围，侪侪互人隔离。你用啥物来拍破？用听，只有听会通拍破，才会隔离。但耶稣伊就用这款的听拍破，才会隔离，然后甲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话。
但伫即个讲话中间，介起头，伊是讲水。耶稣通过伊喙焦，即个撒玛利亚的人来讨水啉。但耶稣伊讨水啉，所以即个撒玛利亚人感觉非常的奇怪，因为活伫遮塔的中间，所以伊问讲：你是犹太人呢？啊，我是撒玛利亚人呢？啊，你是查甫的呢？啊，我是查某人呢？啊，你较会我咧讨水啉？耶稣无直接回答伊的问题，总是伊将即个话题对水转换到伫活水。伊对即个妇人人讲：你若捌上帝的恩典，你若知是啥物人甲你讲，互我水啉，即个人是啥物人，你就会求伊，伊也要赏赐你活水。换一句话讲，伫即个对话中间，水只不过是一个引言。耶稣通过大家拢知、大家拢需要的水，伫遮来做开始的一个引言。然后，即个对话要引带到一个更较要紧的物件，比即个水更较要紧的物件，就是活水。显然，耶稣甲即个妇人人讲话目的，毋是干那要水啉。耶稣有一个目的，耶稣要赏赐即个妇人人活水。当即个妇人人无了解啥物叫做活水，伊就问讲：先生啊，当你无抢水的工具，水井搁遮尔深，你要伫倒位得到即个活水？水咱真容易了解，总是啥物叫做活水？即个妇人人伊直觉上伊会了解，所谓的活水就是会流动的水，譬如讲溪水、河水，才会流动，这通称作是活水。若是水骨仔内底的水袂搁再流动的，这是死水。所以伊拄伫即个井边，咱知影即个井会当挖到水，是因为即个井甲挖入到下骹的所在，介低点的所在有流动的水伫个所在流过，所以即个井的水会当继续来充满。所以即个井的水嘛会通称作是活水。这是即个妇人人所了解活水会流动的水。当然，安尼去了解无毋对，总是安尼去了解，并无把握着耶稣所要讲的活水。所以，即个妇人人继续甲耶稣讲：，阮的祖先雅各，互阮即口井，已经将近千几冬，互阮即口井。那伊甲伊的儿女，伊的前生，拢对即口井来啉即个水。难道你认为你家己，耶稣啊？你认为你家己比雅各搁较伟大吗？即个妇人人有一个靠势，所靠势就是伊的历史传统，所靠势就是伊的祖先雅各。雅各是犹太人即个以色列人12个支派共同的祖先，所以用即个雅各来讲，阮祖先留一口井互阮，阮一口井无有其他的这水，搁比即个搁较好啊！当你有啥物款的活水通互我？耶稣知影即款的应答，并无了解伊所讲的活水。所以耶稣进一步甲伊讲：，你若啉即个水，你会阁喙焦；独紧若啉我所要赏赐互你的水，就永远袂喙焦。因为我所要互你的水，要伫你的腹内，伫你的内面，成做水泉，直直冲起来，然后到伫永远我。耶稣用即句话间接来回答即个妇人人所问的问题：难道你比阮的祖雅各阁较大吗？耶稣要甲伊讲：是啦，我比恁的祖雅各阁较大。雅各井的水袂通比伫我所要赏赐你的活水。耶稣所要赏赐的活水，毋是对井所储来的水，毋是对呢祖先雅各所留落来迄口有历史有传统、水源充沛的井水。活水毋是井水，活水毋是对井来，活水是对耶稣来。活水毋是对祖先来，是对耶稣来；活水毋是对传统来，是对耶稣来；活水毋是人拼命去抢到，是对上帝恩典来赏赐。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上帝要赏赐伊圣神，要成做伊活水的源头。但咱通讲，传统的井水有时会高大，总是若是上帝所赏赐的活水，伊会一直冲。这个意思毋是讲历史传统无要紧，是咧甲咱讲历史传统、历史有伊的限制，特别是历史
传统若真做种历史主义、传统主义的时阵，伊就真做真大的一个覆盖。出名的一个大学者，伊的名叫做 Pelikan， 有一句话讲了非常的好，伊讲传统甲传统主义有啥物无共款？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，若是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。咱所要反对的，毋是历史传统，是当这个历史传统成做一种固执的物件、主动进步的物件时阵，这个咱着反对。但活水毋也是咱即世人的生命，也是关联是咱永远的生命。毋也是关联伫咱肉体的生命，也关联咱灵性的生命；毋也是关联咱自然的生命，也关联咱精神的生命。你若啉即个井水，你会阁喙焦。就是你啉你的祖先所留落来，迄口真有历史传统的水，你悠然会继续喙焦。拢是耶稣应允，当你啉我所予你的活水的时阵，你伫你的内面有一个活水的源头，你无需要搁再往外面研究。这个活水的源头要伫你内面，不管是伫你个所在来滋润你的生命。当耶稣安尼讲了后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就对伊所讲的活水不遮有趣味。总是伊也无完全了解活水是啥物货，但是伊耶稣恳求讲：求你将即个水赏赐互我，互我袂喙焦，也毋免遮尔远来抢水。耶稣甲伊讲：好，总是你叫你的丈夫来即个所在。即个妇人人马上回答讲：无，我无丈夫。耶稣一针见血甲伊讲：你讲你无丈夫，这是对。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，现主是你有的丈夫，毋是你真正的丈夫。你讲即句话真正是对。你即款的应答，咱看去耶稣差不多无互即个妇人人一点仔面子。耶稣直接指出，你若要得到活水，有一个覆盖，即个覆盖会互你袂通得到活水。你的生活中间所稳重的罪，即个罪互你无法度伫黄昏清早的时阵，人济的时阵来抢水。通常你若要去抢水，是透早也是黄昏的时阵。总是即个妇人人是日头的时阵，日正当中的时阵来咧抢水。是安怎即个时阵来抢水？无爱人知。伫个生命中间有稳重一寡罪，若无认真去对付，你就袂当得到活水。就是互你得到活水，你也毋知通珍惜即个活水。当耶稣甲伊讲，你有5个丈夫，现在有个毋是你真正的丈夫。即句话将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甲整个撒玛利亚的历史传统牵连做伙。历代志下段第17章记载，咱拄则所讲的亚述帝国兴起的时阵，将撒玛利亚的一寡人该掠到伫北方的所在，然后将北方5个即个外族的人该迁徙到伫撒玛利亚。当这外族的人迁徙到伫撒玛利亚的时阵，因也将因逐族的偶像拢带入来到伫撒玛利亚内底。这5族，一个是巴比伦人，因所带来偶像叫做苏瓜比纳像；一个是吉他人，伊所带来是尼甲像、尼甲神；一个是哈马人，因所做的就是亚西玛这位神；一个是阿瓦人，因所做的是一对。男神甲女神，男的叫做尼亚，女的叫做塔尼塔。还佫有西化瓦文人，因将家己的囝烧祭，然后献互神明，献互因的神明叫做阿底米勒，甲着阿那米勒。拄拢总有5族。这5族拄亲像耶稣所讲的，妇人人啊，你捌有5个丈夫，现主时你有的丈夫，毋是真正的丈夫。圣经常常用淫乱来比喻偶像崇拜。这撒玛利亚人，因一方面敬耶和华上帝，总是一方面因继续来拜这5族的偶像。这5族的偶像，就敢若亲像这个妇人人有5个丈夫同款，总是无有一个是伊真正的丈夫。现主时伊咧敬拜，总是伊所敬拜，嘛毋是真正的神。拄咧讲，撒玛利亚人，恁的宗教有问题，
恁毋是咧崇拜真正诶神，恁诶宗教信仰是含了一种诶偶像崇拜。初代教会一位出名诶神学家，伊叫做特土良，伊安尼讲：偶像崇拜是人所犯介大诶罪，这是至高上帝直接审判介大诶原因。咱人拢会犯无共款诶罪，有人偷窃，有人奸淫，有人贪婪，有人无敬畏家己诶父母。总是所有所犯的罪，你若要用一个较大的一个范畴来讲你所有遮的罪的一个源头，那呢，这个罪就是偶像崇拜。伊讲偶像崇拜的人，也是一个害死人的人。伊害死啥物人？伊害死伊家己。偶像崇拜的人，嘛是一个淫乱的人。因为偶像崇拜的人，伊教着遮个邪恶的神。甲着遮虚假的神南做伙，伊互遮无清洁的神甲做伙，伫伊心灵中间，敢毋是共款亲像淫乱一样吗？无敬拜真正的神，反倒当伫你的心灵中间，坐遮个假神偶像，你的心敢毋是伫即个所在，伫亲像惊淫乱共款吗？耶稣要指出的是即个：你若无放弃偶像崇拜，你就袂通了解活水。你嘛袂通真正去担着活水的滋味。但耶稣指出，这个妇人人所拄着的问题，但这个妇人人，伊也真欢喜来接受耶稣对着伊的指点。伊安尼讲：耶稣啊，我看你毋也是一个劣比，你是先知。然后伊问一个伊家己感觉宗教上足大的问题，伊无法度了解的。伊讲：阮的祖先教阮教，讲阮着爱伫这个山顶基利心山。伫即个所在来敬拜，总是恁犹太人国讲要敬拜的所在是耶路撒冷。但是耶稣对伊讲，时要到，现今就是。恁敬拜恁所问捌的，总是阮敬拜阮所在的，拯救要对犹太人出。到底伫倒落来敬拜上帝才是对？耶稣伫即个所在，伊的回答值得咱注意，因为即个回答超越伫种族的对立。超越伫历史的冤仇之上，耶稣讲时要到，人敬拜爸，无要伫即个山，也无要伫耶路撒冷。时要到，现今就是，迄个真实敬拜上帝，要用心神甲真实来敬拜爸，因为爸爱接受的人来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所以敬拜的人要用真神甲诚实来敬拜伊。这个妇人人，伊有宗教信仰。总是宗教信仰悲哀的所在，毋是讲伊毋知影伫倒位敬拜上帝，是伊毋知影伊所敬拜的上帝是啥物人。伊有宗教信仰，总是伊的宗教信仰无互伊感觉真正的平安，甲着真正的喜乐。伊互伊的宗教信仰袂当互伊感觉伊的罪真正得到赦免。伊有敬拜神，总是伊毋知伊所敬拜即位神是谁。咱台语有一句话讲：夜香对拜。伊是对人咧拜，总是伊无真实去经验、去认捌即位上帝。但耶稣即句话要甲咱讲，即个活水甲着敬拜有非常密切的关联。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，互咱了解即个活水要得到即个活水，甲着咱的敬拜有啥物款密切的关联。先知耶利米指责以色列人的罪，讲：恁之所以会亡国，恁之所以会向掠去到伫北边的所在，这是因为恁犯两种罪。第一个罪就是恁离开上帝活水的源头，恁为着家己，搁开造遮的水池，总是遮的水池是破裂，袂通滴水的水池。煞接耶利米先知搁讲：恁既然弃杀耶和华上帝，恁活水的源头，那安尼？恁遮弃杀上帝的人，伊的名要记伫土里，因为因弃杀耶和华上帝活水的源头。圣经伫这个所在，通过先知是要甲咱指出一个要紧的物件，这个活水的源头就是上帝。因为上帝一方面是赏赐活命予世间人的主，一方面伊嘛是会通继续予人的生命不断换新、不断供应这种的气力。当毋也是先知耶利米讲，上帝是活水的源头。先知以赛亚嘛安尼讲，
看，我伫恁中间要行一件事，恁敢毋知吗？我要伫旷野的所在开道路，我要伫沙漠的所在开江河，就是你的生命感觉非常的打扫，我会通伫你的生命中间开出活命的江河。但这两段经文拢咧甲咱清楚讲清楚，活水是啥物货？上帝是活水的源头。活水你若得到，上帝要伫你的生命中间开阔活水的源头。活水的源头就是上帝。若是咱无甲即个活水的源头结做伙时阵，咱会做一项事，咱会去掘水池啊。咱掘即个水池啊，想要底较济水，总是当你掘水池的时阵就说你，因为你可能是咧进行偶像崇拜。先知所指责以色列人悲哀的所在，就是毋是因无信仰，因有信仰，总是因的信仰一方面甲即个活水的源头隔离，一方面因陷落伫即种的偶像崇拜。一个人会掘水池啊，甲起头，伊目的就是要底水。总是当伊所底的水，甲即个活水的源头若隔断的时阵，伊所掘即个水池落尾是的确是即个一池死水。是一窟的水，即个死水。为着要底水，咱会顾即个水池啊，总是咱的水池啊爱会去浸，就爱连接伫活水的源头。若无即个水池啊，年久月深，的确伊的水会变臭，会变垃圾，上时甚至变做有毒的水。咱的生命原本对上帝来，为着生命延续，为着咱生命丰富，咱会拼命用无共款的方法。为着家己掘水池啊，咱目的是要欠搁较济水。总是有人所掘的水池，可能是你银行的存款；有人所掘的水池，可能是你所创的事业；有人所掘的水池，可能是你的家庭；有人所掘的水池，可能是你的学问知识；有人所掘的水池，可能是你的社会地位；有人可能是你相信某一种的宗教信仰。如果这个水池，若是甲上帝即个活水的源头相结连，即个水池就会通保持清气的水，上时水源非常的充足。总是如果即个水池若无甲即个活水的源头相结连，那安尼无论你掘的水池有偌大，有一空即个水会变死去，即个水会变臭去。咱的确无希望咱所掘的水池变做破袂当底水的水池。咱希望咱有活水的源头会通相通，那安尼，咱伫咱的水池内面，咱会通一世人享受这个活水。但兄弟姊妹，你的确有掘你的水池，但你的水池有底活水无？你的水池有连通伫这个活命的水泉上帝无？若无，你就说你，因为你所掘的水池有可能变做你的偶像崇拜。但耶稣伫这段经文中间，要互咱学习的最要紧的就是讲，你要安怎互你所掘的水池会通甲活水的源头相结连？耶稣互咱的教示是讲，你得爱有敬拜，你得爱用你的心神甲心识来敬拜上帝，用你的心神甲心识来敬拜迄个创造你活命、创造万物的天父上帝。用你的心神甲心识来敬拜，迄个会通赦免你的罪，互你会通对罪恶中间、对误会中间救出来，迄位圣子上帝。敬拜迄位会通运行伫万物中间，会通换心万物，像是互万物会通得到清气的圣神上帝。当咱的生命甲即位活水的源头上帝相结连的时阵，那安尼咱的生命不管时就有即个活水。耶稣对着这个妇人人的回答，和这个妇人人晓悟出来，所以对耶稣讲：我知影这样事，弥赛亚要来，伊若来，要将真理甲阮讲。这个妇人人知影有一个弥赛亚，伊嘛咧仰望这个弥赛亚，总是伊也毋知弥赛亚是啥物人。耶稣就明明甲伊讲：你讲话的就是伊。耶稣家己告别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弥赛亚。通过这对话，这个妇人人愈确定一项事：伫伊目睭前伊讨水啉的这个耶稣，伊毋也是一个人，伊毋也是一个简单的犹太的一个查甫人，伊毋也是一个劣比，甚至伊嘛也是一个先知，伊是基督。
当伊有一款的晓悟了后，伊就留下伊的水罐，然后伊入去城内底，伊对众人讲：恁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无好的物件，拢甲我讲出来。他讲，这个人就是基督嘛。这个妇人人原本惊惊吓吓，知影别人知影伊过去，总是这个时阵通过甲耶稣讲话了后，伊无搁再惊咯。耶稣指出伊的罪，是要赦免伊的罪。耶稣若通过圣神感动咱，互咱知影咱的罪，是为着要互咱会通对罪中间得到讨白。当这个妇人人通过甲耶稣讲话了后，伊对罪的惊吓甲束缚中间得到真正的讨办甲自由。伊无搁再惊人知影伊的过去，因为伊知这个过去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拢会通得到赦免，拢会通得到拯救。当咱看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这场的对话，对水讲到活水，对活水讲到伫敬拜。通过这个对话，这个妇人人愈来愈明白耶稣，伊认出耶稣就是基督，所以也欢喜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。伊也通过安尼愈清楚耶稣所讲的活水是啥物货。一个原本辛辛苦苦、美美切切去唱迄个啉了过会喙焦的水的这个妇人人，通过甲耶稣的对话，伊得到活水，可以会通自由自在来活，可以会通自由自在来享受活水，所以会通大胆为耶稣来做见证。这撒玛利亚人也因为伊的缘故来看耶稣。来听耶稣讲话，然后对伊讲：当阮这个时阵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毋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阮亲自听起伊，阮知伊真正是基督。宋朝有一个出名第六家诗人，叫做朱熹。伊一首诗，我大学时阵读了非常的爱。这首诗安尼写：半秒风动一剑开，天光昏影。共徘徊，文曲哪得亲如此？唯有源头活水来。这首诗咧描写是伊的生命，伊的生命敢若亲像这个水池的水共款，非常的光明，敢若亲像一面镜，非常清明。所以亲像镜了后，天顶或者的天光甲云彩，拢会通照到这个水面，因的影就伫这水面顶悬流连徘徊。构成一幅非常水的图。伊咧问一个问题，伊讲是安怎？这个水池的水会通遮尔清，会通清甲亲像一面镜，会通将天顶遮尔水的景色，拢反映伫这个水面顶悬。原因就是因为伊毋是一潭的死水，原因就是伊这个水有一个源源无断的活水的源头。兄弟姊妹。如果咱的生命有耶稣所享受活水，如果咱通过心神甲诚实的敬拜，互咱的生命甲这个活水的源头的上帝三角结连，咱的生命就会通清气亲像活水，领受上帝对天顶所要享受咱各种的福分。咱会通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反映天顶至水至善才会景德。咱的生命中间的确有一寡无好的物件。当这个活水来的时阵，就将这歹的物件该冲走、该捞走。相时，当这个活水通过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生命有一寡石头。当这活水经过这石头的时阵，伊也通激发出一个美丽的浪花。反倒转，如果咱的生命无活水，如果上帝原本有水互你，总是你是该欠伫你的水池，你这个水池无搁继续甲活命的水源三角结连做伙的时阵，那安尼你的生命有一天会成做一潭的死水。这潭的水无得甲原本真济，量非常的大，总是你爱记一久了后，伊会发出臭味。你原本这个水池内底有真济水的物件、好的物件，总是也因为你这个水渐渐臭去。伊会抹掉这一切污秽，无论天顶的云彩有偌水，经过你这个水池的时阵，伊也袂通反映天顶的水。伊所反映的只不过是物质伫伊内面才会歹，才会污秽。当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有耶稣基督所享受你活命
的水泉。请听耶稣基督对着所有人的邀请。约翰福音书第7章37节到39节，耶稣邀请所有人安尼讲：你若感觉喙焦的人，就来上近我，来啉。信我的人，就要亲像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水，要对伊的腹内流出。耶稣所讲的，就是指伊要赏赐这会信的人有圣神临到伫因。到伫启示录最后21章的所在，耶稣阁继续安尼讲：当代志已经成咯，我是阿利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介起头，我是介落尾。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赏赐喙焦的人啉。人若往我求，就要得到。我深深相信，伫咱中间，咱袂少的兄弟已经有得到这个活水。我只不过爱咱提醒一项事，唔通互你所得到的水，成做一段的死水，就爱继续互你所起造、所掘的这个水池，甲上帝活水的源头结连做伙。要结连做伙，主甲咱讲，要有紧的秘诀，要有紧的管道，就是你要有真实、心神甲诚实的敬拜。如果你感觉你也无得到这个活水，你会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约翰福音书第4章，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中间的对话，亲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同款，你会大胆来对耶稣讲，求你将这个活水赏赐予我。主的确会赏赐予你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愿你的囝耶稣基督的应允成全伫阮的生命。恳求你将活水赏赐予阮，因为伊来就是要赏赐阮活水。阮的生命中间若有稳重的罪恶，抵到阮袂通得到活水，求你这个时就怜悯阮，用你的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，也救阮脱离罪恶的关系，也脱离济历史传统，甲着性别等等这脱界。阮中间若有人无认捌你是耶稣基督，是救主，阮要恳求你差遣你的圣神来光照阮，互阮会通真实认捌耶稣就是基督，互阮欢喜用心神甲真实来敬拜你，互阮无用其他的理由，用其他的借口来停止阮对阮的心灵甲诚实对你的敬拜，因为伫敬拜中间，阮会通领受你的活水。恳求你帮助阮，当阮真实用心神甲诚实来敬拜你的时阵，互阮的生命会通甲你结连。你活水的源头直直流到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的内面，互阮的腹内有活水的溪，伫遐咧冲到伫永远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第一步走前，不计掉我面的路，关闭金钱来也收起来起一步，第一名前我充满一路爱就，诚心前来为天地之所在。第一步走前。光被金钱来也收起来起一步，第一名前我充满一路爱就，诚心前来为天地之所在，诚心的人和你路，你的路高之所在，我命的你走不断到心爱，诚实的人和你的祷告有勇气，我的名字。
一步，你的牵我充满你的爱哟，相信请你温柔的一所在，相信会让我的路，你的路到一所在，我俩的追逐不断流进我心海，相信会让我你的路到有勇气，我袂惊水，我袂真心听你，相信会让我你的路，你的路到一所在，我俩的追逐不断流进我心海，相信会让我你的路到有勇气，我袂惊水，我袂真心听你，相信会让我你的路，你的路到一所在，我俩的追逐不断流进我心海，相信会让我你的路到有勇气，我袂惊水，我袂真心听你。